好，我哋係閱讀小先鋒。我係4班班伍子瑜，我係5班班陸思穎，我係5C班陳仲欣。今日我哋要介紹嘅係我們的節日。喺呢度我哋會介紹3個唔同嘅中國傳統節日。第一個係春農節，而春農節係喺每年嘅2月初2，元朝時更將龍抬頭定下來，因為慶祝活動都越來越多，直到今日。咁點解會叫2月2龍抬頭嘅？因為農曆2月初2正值春季，大地回春，萬物復甦，係春間播種嘅好時節。傳說中嘅龍王都從沉睡中甦醒，就要抬頭升天，布雲慶雨了。此後雨水逐漸變多，農作物更得以豐收。咁春農節仲有啲乜嘢傳統習俗㗎？仲有好多㗎，包括炒黃豆、爆米花、食春餅同埋食龍鬚麵等。而炒黃豆係將黃豆爆炒一下，好似好好食喎。而剪頭髮又喺嗰一日又叫剃龍頭，表示好兆頭，讓新一年更有好嘅運氣。大家估一下，過咗乜嘢就係年啦？冇錯啦，就係臘八節啦。農曆12月初8係我國傳統節日臘八節，而呢個節日稱為臘月嘅原因共有3個講法。第一個講法就係根據《禮記》記載，臘者接也，所以有新舊交替嘅意思。第二，臘字呢就係玉字部嘅，即係表示冬天用玉祭祀。最後，臘者續亦迎春，臘月呢就係從此而來㗎啦。而傳統食物就係靠臘八蒜。臘八蒜嘅做法呢，就係首先將佢去皮，然後將去好皮嘅大蒜成粒擺喺個樽度，然後再倒啲醋入去，密封保存好，直到大蒜變綠或者入味就可以開封食用㗎啦。第3個節日就係祭灶節啦。祭灶節亦都叫做小年，被老百姓視為過年嘅開端。根據各地嘅風俗習慣，祭灶節嘅時間亦都會有所不同，因此有啲地方23日祭灶，24日送神，通常都係臘月23或前後1日。民間信仰認為，拜完灶神後就要送神。祭灶節前後，人們還要洗澡理髮嘅習慣。俗話說，有錢沒錢剃頭過年，意思就係唔理日子過得點樣，過年之前都要將自己打理得清清爽爽，先可以乾乾淨淨咁過大年。呢本書嘅編號係394YAN。如果大家想借呢本書嘅話，就快啲嚟圖書館借啦。拜拜。